可唔可以俾啲我啊？得，耶！好嬲啊！嗯？老師，夢幻整我啊！喂喂喂，夢幻快啲啊！哇，邊個啊接 line？哇，你仲帶堂？你星期一要罰企啊！今天是星期日。誒，夢幻點解冇嚟罰企嘅？我嚟嗌下噴火龍先。噴火龍，夢幻呢？哦，佢啱啱落咗去1樓。多謝多謝。喂，做乜遲咗到啊？咦，果然用老師？誒，火咩老師啊？火衣部老師。哦，hello，你點教育學生噶？點教育學生噶？睇下人哋失明啦，睇下人哋失明啦。今集先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支持。